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聊银行的消费贷、经营贷，聊聊银行的骚操作。前不久是吧，这个有关部门对这个消费贷进行补贴，那自然消费贷经营贷这些就成了银行的这个提升业绩的一个利器或者是一个方向。各大银行又开始发力消费贷或者经营贷，把这当个任务但是最近网上有很多社交媒体上出来很多帖子，很多抱怨。你比如说这个有消费者说消费贷到手了还没花，却成了烫手山芋。有消费者上个月刚贷了4.7万元消费贷，利率低至 2.78%， 这个还真不高1万块钱一年下来只有200多块钱，5万块钱也只有1300，就这么个水平。你借了5万块钱一年，你只要1300的这个利息，这个 2.78% 的利率比那个买房的按揭贷款还要低买房的按揭贷款是应该普通在3.1% 左右。这个贷了4.7万元消费贷，本想留着装修或应急，却收到银行通知，请于7天内上传消费凭证，否则影响后续业务办理。不少贷款人都有困惑说买个包子、买瓶水也要发票吗？这类发票不好开，若无法上传发票等消费凭证，可能面临抽贷危机或被冻结贷款额度。在消费贷贴息政策刺激需求的背景下，用户却因凭证缺失陷入被动，而一条灰色的产业链消费贷的发票生意竟悄然活跃以上消费者的困境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消费贷要上传发票吗？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为啥银行突然要消费凭证？凭证缺失怎么办？成为高频词。其中有用户吐槽补凭证难，有用户求代开服务，还有如何做凭证的攻略。这些社交媒体上有回复说哪家银行的金额多少，我们帮你开发票，包审核通过，收你 0.5个点。你说你贷款你才一共 2.78， 你要开个发票还要加 0.5个点，那就变成 3.28 了，对吧？那就比那个按揭贷款要多了。当记者以消费贷客户身份咨询某中介时，其业务熟练程度足见一个庞大的灰色市场正在悄然生长。记者注意到，近期不少消费贷客户表示收到银行通知，要求贷款使用后提供消费凭证，如果没有及时上传，银行可能会要求提前还款或冻结贷款额度、收取罚息等。这个网上有很多这种银行发的短信通知的这种截屏非常多。一般的通知都是增进的某某您于什么什么时候办理金额为多少多少元的现金分期业务，根据现金分期合约约定，现金分期资金需用于消费领域，请于收到短信后7天内在某某某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中输入消费凭证，进入系统回复的链接，查找对应交易后点击上传凭证按钮，或进入某某某银行在长期借款、借款记录、借款详情页后，根据交易点击上传凭证。反正总之让你把那个消费的那凭证要传上去。如未按期上传，将可能影响您后期业务的办理。钱未动筹先至，由自证消费贷去向引发的发票焦虑正在蔓延。在社交平台有用户分享，前天在银行贷了10万元，今天就收到短信要上传发票，钱还在账户里，难道要现在去买家电开票？评论区里有人直言，2月没上传也没收到短信，是不是不传也行？当更多人表达担忧，万一突然抽贷怎么办？有消费金融公司客户则更直接地感受到压力。该公司近期发送通知，明确要求未提交有效凭证或审核未通过的客户，需在指定日期前结清贷款，否则影响征信。而部分用户陷入两难，若为凑凭证盲目消费，如购买非必要商品开票，可能增加负债；若坚持不上传，又面临资金被收回的风险。你说这个都是谁造成的？这就给人感觉有点这个银行放水养鱼这么个嫌疑。为什么呢？因为一条灰色产业链已经开始野蛮生长。当用户为凭证焦虑时，一条代开消费凭证灰色产业链正悄然运转。在社交平台充斥着大量消费凭证，其实很简单类的引流广告。在电商平台搜索消费凭证代开，也能看到大量商
品。记者以消费贷客户身份联系上某中介，咨询消费凭证代开事宜。对方称，我们可以帮你开具电子发票，包银行审核通过，收你0.5个点。借款用途是日常消费还是装修、教育、旅游之类？对方着重询问了借款用途，并表示可以按照相关消费场景来开票，例如日常消费占大头，则可按照综合消费的内容来开票。值得注意的是，开票的费用是按贷款金额的0.5%收，而不是开票金额。此外，其费用需要先支付一半，待开好票之后再付尾款。当记者追问能否开小额消费发票，对方表示，这些日常消费都按照综合消费内容开票，比如生活服务类，银行一般不细查。所谓综合消费内容，实则是中介根据银行审核偏好包装发票内容。例如，一笔5万元的贷款，中介可开具一张生活服务综合消费电子发票，金额匹配贷款额，备注日常消费。这类发票多为顶额开具，与用户实际消费无关。为何中介能包过审？有城商行风控部负责人向记者解释，部分银行仅通过税务系统核验发票真伪，但难以追踪消费场景真实性。中介利用篡改发票备注的漏洞，或使用汇总开票方式绕过单笔消费对应要求。那银行为什么要核查消费凭证呢？西部一家城商行风控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过去消费贷资金流向难追踪，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说今年我们加强资金流向监管，核实资金用途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确保贷款用于合法消费而非高风险领域，实现资金闭环管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消费凭证验证资金用途。早在2020年，监管部门发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就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对贷款用途进行监测，发现借款人违反法律法规或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资金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提前收回贷款，并追究借款人相应责任。事实上，贷款政策本意是惠民，但部分资金被挪用，倒逼银行加强贷后管理。社交媒体上有消费贷用户近期收到短信显示，银行不仅要求客户上传凭证，还明确逾期将冻结额度或要求提前结清，这不就是抽贷吗？部分用户的困惑在于，银行既未限制消费场景，如规定只能用于装修、教育，又要求每笔消费都要有凭证，而实际上并非所有消费场景都方便开票。如一家银行客服告知客户需要提供开票日期，在放款日起1个月内，凭证金额不低于90%，发票抬头为持卡人姓名的增值税发票，且消费凭证只能以发票形式提供。说此外不同银行要求的消费凭证形式、审核侧重点也不同，部分客户困惑于执行标准不一，银行一般就需要增值税发票，但也有银行的现金贷、现金分期、机打票就可以过，严一点的银行还需要收据和产品图。前述城商行人士表示，他进一步透露消费贷贷前检查基本还是和传统方式一样，主要是筛选资质，目前主要抓紧的是贷后追踪。各家银行对消费凭证的核查尺度不一样，当然这个和监管松紧程度有关，也和完成 KPI 难易程度相关。消费贷的特征是每笔金额小，资金使用分散，这是贷后管理的难点。他认为，除了核查发票，按理说银行还应该核查流水，但是跨账户、跨行、跨客户3跨就是3座大山。在贷后管理流程中，银行可以建立发票合同，收据重点关注台账，能够从系统抓取数据更好，更重要关注开票人信息。他建议到，而虚开发票一直是一个产业。有税务人士对记者坦言，灰产之所以能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客户需求本身可能来路不正，正如上述城商行风控部负责人所言，现在提供虚开发票服务的中介收费不菲，而相当一部分客户花高成本都要套用消费贷，可能真就是以贷养贷或贷款资金流入禁止领域的高风险客户。另一方面，合规的凭证服务尚未完全满足用户需求，目前对企业客户已有技术能够实现多渠道自动获取发票，以及发票开具、传递、接收、报销、结算、入账、归档等全程数字化。而针对个人分散小额消费场景，电子发票归集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个纯粹
罪啊，叫庸人自扰之啊。那么能否用技术手段杜绝虚开凭证？记者注意到，深圳市税务局推出区块链电子发票，经营者可以在区块链上实现发票申领、开具、查验、入账，消费者可以实现链上储存、流转、报销。据介绍，区块链电子发票将连接每一个发票干系人，可以追溯发票的来源、真伪和入账等信息，解决发票流转过程中一票多报、虚报虚抵、真假难验等难题。技术早就有了，但是受到客观制约和影响，目前还没有大面积推广。西部地区某省税务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区块链电子发票的优势在于全程可完整追溯，信息不可篡改，能够有效规避假发票，完善发票监督流程。理论上，银行可直接调取链上数据，验证消费贷资金是否用于真实消费。然而，受制于商户端改造成本、用户习惯待培养、系统对接复杂等客观条件，这一应用尚未大规模推行。尽管银行加强审核、税务推进、技术溯源，中介仍有深层土壤。一方面，部分用户如急需资金周转，不愿等待银行宽限，选择花钱买安心；另一方面，小额分散消费的凭证需求，如买菜打车，银行难以逐一核实，中介包装发票任有市场。实际上这个在我看来这纯粹是银行或者监管叫既要又要。什么叫既要又要呢？既希望这些韭菜去贷消费贷，对吧？你不贷银行怎么活啊？你不贷消费贷，那消费怎么起来啊？对吧？这叫既要。又要什么意思啊？就开始确保你贷的钱是用在消费上面，你没有拿它去炒股，你也没有拿它去炒房，因为消费贷毕竟有的还要贴息，国家还给你补贴，这就是既要又要。实际上在消费领域很多人本身他就没有开票习惯。你说我们去酒店吃个饭，你要自己吃饭的话，那很少有人说你给我开个发票写我名字，这叫消费，对吧？你比如装修吧，你装修如果是装修公司还好，对吧？你统一跟专业公司结算，专业公司给你开票。有的是自己去，对吧？你买瓷砖、买水泥，人家你买个，对吧？100平米的瓷砖你还开票，这个明显不符合消费习惯，不符合消费习惯就不符合消费场景。你把这钱借给人家，到底是让人家花还是让人家干什么？还有你监控我这个钱有什么用呢？我手上本来有5万块钱，我这5万块钱要来花的，给孩子交学费，然后每个月花费要装修等等这是5万块钱。好，结果我从某个银行我消费贷了5万，我贷了这5万，我原来的5万我就去炒股去了，对吧？我那5万没用处我也不愿意把它存银行，我从银行消费贷了2.8的利息，或者我存银行是1.5的利息，我不是有病吗？对吧？那我这5万干啥呢？我原来的5万炒股了，我就去炒房子去了，我想获得更大的收益，对吧？比从银行贷款的2.7要高，那不就赚钱了吗？也就是说，你监管部门你怎么知道我这个5万和那个5万有啥区别呢？对吧？形式上是我钱进入股市了，有5万，那你怎么知道我那5万是那个消费贷的5万呢？所以说你这个要求就本身就是无理的，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不就是给消费者，你给人家贷了一笔钱，至于这笔钱做什么了，你到了我这儿，这就是我个人这儿就是一个资金池，对吧？你到我这儿了，那我不是想怎么用吗？我多了这么5万的现金流，对吧？我就来支配它，变成我的这个钱包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银行还是要改变思路。你既然给人家5万或者给人家10万，你就别管人家了，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给了他5万块钱，给了他10万，人家爱怎么花吧。实际上真正贷款消费的有几个我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消费贷的这些人，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消费贷出去了之后干什么吗？你无非你给他批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消费贷，实际上真正贷消费贷回去的都是去以贷养贷，都是因为有亏空，拿这个去还别的银行的钱，这个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的。但是我也不能说绝大部分都是，对吧？你这个消费贷，你经营贷很有可能就流入到房地产。现在股市比较火，那就有人就会拿这个去炒股，这有什么新鲜的呢？对吧？这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这个文章说那么是否所有贷款都需要消费凭证？小额信用贷是否可以简化流程？这是当前用户对消费贷的一大争议点。有资深银行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建议监管部门可出台分级核查指引，根据贷款金额、用户信用等级差异化要求。例如，对于大额消费贷超过20万的，严格执行凭证穿透式核查；对于小额信用贷于5万以下的，可以简化凭证要求，如用电子支付记录加用户承诺函替代。此外，对于如何缓解凭证焦虑，该人士建议从银行层面可以进一步优化凭证上传规则，如设定季度总额凭证替代每笔消费凭证，降低用户负担。在贷款合同中明确需留
流程凭证类型，通过 APP 推送消费凭证保存指南。从用户层面加强教育，从被动补凭证到主动留凭证，明确哪些消费需留痕，减少不必要的困惑。从平台层面加速技术落地，可在消费贷集中领域如商超、电商平台试点区块链发票，逐步扩大覆盖。支付平台可增加自动归档凭证功能。他表示，解决凭证问题的核心，让凭证从源头可追溯，从用户的发票焦虑到中介的灰色生意，再到银行的风控紧箍啊，这场围绕消费贷凭证的博弈，本质是金融监管细化过程的一次压力测试。区块链、电子发票等技术手段为解决资金流向追溯提供了可能，但尚待推广。中介灰产的存在暴露了资金流向监管与用户习惯的鸿沟，需通过教育与规则优化弥合。这不仅需要技术填补信息鸿沟，监管划定行为边界，也需要用户提升金融素养。从补票自证到断贷危机，一张薄纸串联起用户的焦虑、银行的风控困境以及一个隐蔽生产的灰色市场。当我们扒开消费凭证的表层，看到是金融机构穿透式风控与消费者非标消费之间的碰撞，更是利用信息差滋生灰产的温床。实际上在我看来啊，这个就是妥妥的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对吧？你这种要求你是什么啊？首先一个区块链是好，对吧？就相当于我这5万块钱发给你，这5万块钱就开始可以溯源，可以追踪流向去哪儿了。但是区块链需要硬件配合，对吧？各个商场到处可卖都要有这个设备，你这个就不是一句话的事。这个建议提了跟没提是一样的，就是在放屁。就为了一个消费贷，你要全国推广这种区块链这种叫终端呢，这个成本你来扛吗？就是我一个商超，我也得修改我的软件或者我的增加硬件，是否有此必要，对吧？咱们还是从本质说，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人一笔消费贷？咱们不能本末倒置。什么样的人需要消费贷款去消费？什么样的人需要贷款20万去消费去干啥？所以说啊，那些小额的消费贷根本就没必要查人家，纯粹是脱裤子放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成本。然后最关键的是，它滋生了腐败，一条灰色产业链就这么产生了。也就是它的不合理要求，对吧？也就是它这种，就是咱们这个实际上反映出咱们金融行业监管和金融行业的运营水平低下，跟不上时代，对吧？咱们金融行业的监管和金融行业这种运营水平也配不上咱们上面央行的这种思路，脑子想得快，手脚反应慢，变成这么一个现状，对吧？脑子反应倒挺快的，但是这个想的挺多，但是手脚一动就要摔跤，对吧？就趴那儿，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对不对？你想啊，就是你要抓大放小，你要抓关键点，就是消费贷什么人是真正的在消费？那有可能你比如说他买汽车的，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大额的，对吧？我贷款买汽，我喜欢小米那个预期，我也没钱，分期付款，对吧？消费贷都可以用。那这个你要买车的话，它自然有发票，而且这个票你很好验证，你根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额度比较大，非常好管，对吧？这叫抓大放小。你消费贷额度大的自然能解决，这是真实的用户场景。然后有人说我贷20万，但是我不告诉你我干什么，我装修，对吧？或者叫什么我旅游。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贷过那个消费贷啊，它里面那些理由都是非常荒唐的。就比如说我旅游的话，你说谁贷款20万去旅游呢？所以说你要看到那里面那个设置啊，你觉得它那个水平低下，就完全是形式主义。你本身自己就是形式主义，完了这边你也要用户去提供凭证，那用户他本来他贷你这个消费贷，他就不是去干这事的，那就不就是逼他去造假吗？实际上他是，你看看啊，银行要求一严，实际上就逼你去造假，逼你造假，最后就出来一个灰色的产业链。哎，这个灰色产业链就上下都赚钱，除了消费者，你再掏0.5个点的成本出来，对吧？这个灰色产业链的这个开假发票的赚钱了，然后这个银行内部一些内鬼赚钱，不就这意思吗？如果我就贷2万块钱消费，那你管他干啥去了？捏脚那也是消费，对吧？他拿着2万块钱炒股又能怎么样？所以要抓大放小，就是说，就是这些银行啊，这些搞消费贷的人，你要搞清楚什么叫消费贷，什么消费场景。比如说我要贷50万，可以，现在消费贷不是可以最多50万，什么多少年吗？10年对吧？还是5年？那你就要知道我什么人会贷50万去消费啥。所以只要对这些大额的消费贷啊进行监控，进行叫合理式的审查。哎，如果你说我去旅游，那行，你要贷50万旅游，那你肯定有机票啊，对吧？你
回国的机票就行了。然后你这中间10天8天的，我就认为你差不多是花了50万吧，对吧？你只要是出国旅游，你就可以带50万啊，你带50万那行，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来回的机票，对吧？你出国的机票你上传就行了，回国的机票回来之后你再一传，你这个就是我认为你是合理的。所以说啊，被这个银行的这些人在这里搞得云里雾里的，实际上他把这事情搞得复杂呀，说白了就是好上下其手，反映的是金融行业这个运营水平之低下。也就是你看啊，咱们的银行净息差1.5，银行的利润就扛不住了，人家国外的银行的净息差低得很呢，照样赚钱，为什么呢？这就是经营水平。为什么咱们的金融业不敢放开呢？就你这水平一放开，你就完蛋了，你受不住人家冲击啊，对吧？就这个监管水平都是有问题。所以从消费贷啊就能看出你这银行到底是什么管理水平、管理的思路，对吧？你连人家吃个饭的都要监管，都要他发票，那你这成本得多高啊？抓大放小，就是对你这个人，你贷款5万的消费贷根本就不管你，对吧？你直接拿去，你爱怎么花怎么花，爱干啥，对吧？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做的就是银行信息共享，就是给这个人贷款的时候，银行能够从央行，对吧？从某个地方汇总查到个数据，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名下已经消费贷在某个银行已经贷了5万了，那这个就不能再给他5万了，就像查征信一样，对吧？你在招行贷了消费贷5万，你跑到工行又贷5万的消费贷，你跑到建行再贷5万，这就不行了，那对你的要求就多了。你为什么贷这么多消费贷啊？那你要验证的东西就多。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银行啊把消费贷贷出去，然后事后要求你这个提供那个，本质上就是让你逼你去买假发票，去养肥那些灰厂，然后他们从中渔利，对吧？要不是这样的，那些银行口的人怎么赚钱呢？靠水吃水，不就这意思吗？不光是消费贷啊，这个经营贷一样的，经营贷还要出问题的，因为经营贷量大呀，对吧？消费贷毕竟是一个人才10万、20万、5万的，这个25年是经营贷集中到期的年限，存量高达10万亿，相当于4个恒大欠款。这个经营贷为什么说25年集中到期呢？它那主要是口罩期间呢，确实当时为了很多中小企业扛不下去了，所以匆忙啊，为了这个中小企业能续命，推出这个经营贷，那正好，对吧？5年，截止2023年底，全国商业银行经营贷余额高达22.18万亿，而在2020年底，这个数字为11.59万亿。从那个疫情放开到现在正好3年嘛，25年，对不对？那从疫情这个最后1年算起，今年恐怕就是比较集中的到期。按照3年经营贷递增来测算，这差额增量10万亿，部分将于25年中期集中到期，因此预测10万亿这个大雷会爆。当然了，这个10万亿的数字啊不是那么准确，也只能说是个预估2022年到2023年3年累计的新增。这个经营贷爆雷它是怎么爆呢？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这个经营贷它的额度这么多啊，存量假设有10万亿要到，这个经营贷它都是有抵押物的，它的抵押物一般都是房产。抵押物是房产，我们假设啊，2022年你拿这个你的房子当时评估价是200万，你去贷款啊，有的是6折啊，有的是5折，我们统一按5折来算，就是200万的房子你贷了100万。好，那现在呢，3年一过，大家都知道房价都在跌啊，那这个时候好，你说我想延期，那现在银行是可以的啊，央行有政策，就是你要还不上可以延期，可以续贷，但是你的抵押物要重新评估。你现在你的房子对吧，只有150万了，你这个时候你能贷75万，但是你贷的是100万，那怎么办呢？你有2个选择，要么你就还25万，要么你就再找抵押物50万的抵押物出来。无论是哪一种，对经营贷的用户来说，那都是个麻烦，因为这3年那很少有人赚钱的，大家都是对吧？尤其是这种都已经上了经营贷的人，他那个资金链是绷得很紧的，这不就跟那个万科是一个道理吗？万科那个资产在缩水，那他去贷款的时候，他能贷到的钱就在减少，所以他就是以借新还旧，他都还不上，因为资产在缩水啊，他越还的窟窿越多，他还得找钱去补上。那现在就是银行要求你经营贷用户啊，你给补25万，要么就是找抵押物，而这些经营户很多人是补不了的，更找不到抵押物，所以就会爆雷。然后跟那个消费贷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银行闭着眼都知道这经营贷去了哪儿，对吧？不能说100%啊，就说至少70%、80%的这经营贷恐怕都是留下了不该留下的地方。银行暗中助推经营贷的增长，大部分这个是用经营贷炒房，违规流向楼市，对吧？深圳是最严重的。有人就说了，那这违规你怎么能做呢？这就是你不懂了。人家银行知道这个经营贷用户拿着钱去炒房，但是银行睁一人闭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这个钱拿去炒房，好歹啊房子还在，你要拿去做生意，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了，对吧？所以这么一比较，
银行觉得你还是炒房比较好，对吧？坏账的概率啊还稍微小一点，好歹到时候还有个房子在啊，对吧？你要做生意赔了那就真的没了。而且经营贷这个申请的标准也非常这个叫宽松吧，对吧？你只要成立一个公司，只要有点流水，你马上就能申请那个经营贷。如果你申请不了，还有人帮你做这样的公司，不行卖个这样的公司给你。经营贷啊属于短期贷款，通常3到5年，所以说2020年发放的这个经营贷款一般是今年到期。这个以东莞农商行为例啊，3月26号，东莞农商行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是不良贷款余额43亿元，较去年增加14.3亿元，同比增长50%。不良贷款连续3年不断提升。东莞农商行解释，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经营贷款及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逾期欠息形成不良。你看啊，人家这个东莞农商行就直接告诉了原因，他们为什么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这么快啊？3年不断上涨，就是坏账啊，不良贷款。人家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啊，一个就是个人经营贷，一个就是消费贷，一个就是信用卡逾期。而国有大行的不良率也在提升，拿2023年和2024年6大国有行的个人经营贷不良率啊，中国银行2024年不良率比2023年同比增长34%，农业银行同比增长50%，工商银行同比增长48%，建设银行同比增长67%，交通银行同比增长55%，邮储银行同比增长27%。大家还知道这个财政部要给6大国有行注资5000亿吧？5000亿注入国有大行是为了充实它的一级这个叫资本金啊，也就是为了应对不良贷款快速上升，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坏账上升。所以你看啊，无论是消费贷还是经营贷，这个不良率上升，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金融机构这个经营水平的低下，监管能力有限。为什么呢？因为银行都知道这个钱去哪儿了，但是他却无力干预，也没有办法去管控，甚至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钱要去哪儿，他们都盼着钱去哪儿。所谓的要管，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这个他越管越容易滋生腐败，越容易产生灰色地带。就是银行在放这笔贷款的时候，他就知道这钱要去哪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所以你要让他管，往往就会是该管的他不管，不该管的他要管，对吧？通过这种双重标准，然后滋生灰色地带，产生腐败，对吧？真正的骗子、金融掮客，他很容易就能贷到款，但是真正的，对吧？消费者说你有个难关，说你家这一下过不去了，先贷点款，那对不起，很难，造成这个社会啊，就10成人吃亏，对吧？偷奸耍滑的占便宜，真正的这个骗贷的人，对吧？他撸贷款，撸完这个不打算还的，人家不在乎，对吧？掏0.5个点就掏0.5个点，我为了多骗一点。而真正的这个需要这种消费贷的，真正的啊，人家在那儿要节约的，他恐怕，对吧？就负担不起这0.5个点，就是他们不想负担这0.5个点，愿意负担0.5个点的人，反而恐怕都是想再薅他一笔，薅完这狠狠薅一笔，然后就，对吧？整个的摆烂，你爱咋地啊？这个就是咱们金融业啊，这个经营现状，这谁都心里清楚，但是谁都无力改变，也不想改变。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